經過搖滾樂團甲南明草地音樂演唱會以後，民眾上期待的台南好養跨年演唱會嘛將來到。今年除了邀請多達15組的藝人，包括有台灣、香港、日本甲韓國的團體，佇個跨年到處煙火秀。市府嘛透露，將安排總數3500發的煙火，其中有450發是燃燒的煙火來搭配。當煙火一衝天頂，就親像雨點同款消失佇個瞬間，甲大家做伙來迎接全新，甲着充滿希望的金馬年。市長黃偉哲表示，台南運用有限的資源，推出一場精彩的耶誕跨年活動。其中民間的資源是贊助活動的重要力量。伊嘛感謝開基玉皇宮連續5冬來贊助跨年的煙火秀，讓台南的跨年活動更加圓滿。台南新聞綜合報道。